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會裝修公司嚟到馬鞍山嘅錦駿苑，呢個單位面積大約310尺，屋主求可成為1房1廳。今次個單位嘅裝修風格係呢個原木風嘅設計風格，我哋希望有一種簡約同埋溫馨嘅感覺。非常感謝業主信任，選佢係本公司嘅居屋基本裝修套餐加升級工程。今次嘅工程係包括客廳同房間嘅地磚更換，新訂做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浴屏。仲有包括全屋嘅家私、水電、清潔費、假天花 LED 燈、全屋嘅房門、廚房門同埋廁所嘅巴士門、房間嘅燙窗、全屋嘅油漆等等，合共係182800蚊人工包費，外住冇其他附加費用而成為本嘅。首先我哋嚟到廚房門嘅位置，廚房門選用咗長虹玻璃嘅木門，然之後廚房嘅內部我哋保留咗原有嘅地磚同埋瓷磚。下方嘅櫥櫃留有咗放洗衣機嘅空間，整體櫥櫃嘅顏色主要都係用咗深啡木紋嘅顏色，中間配搭咗白色嘅石英石面，睇起上嚟簡潔得嚟，又有原木風嘅效果。然之後嚟到廁所門嘅位置，選用咗白色嘅 PD 門，廁所入邊嘅位置同樣都保留咗原有嘅地磚同埋瓷磚。而淋浴空間嘅位置，我哋設計咗 L 型嘅玻璃浴屏，頂部嘅位置做咗一個3門嘅鏡櫃，而左邊呢都整咗個木冚嚟遮住外露嘅喉管。而呢個位置我亦都整咗個不鏽鋼冚嚟遮住外露嘅喉管。呢個位置整咗一個木嘅燙窗嚟增加客廳嘅採光度。然之後房間嘅房門呢，採用咗長虹玻璃嘅木門。入到嚟房間入邊，我哋整咗一個4尺嘅地台床。而床側邊嘅位置，我係整咗一張書台，而右手邊呢，整咗一個衣櫃嘅。然之後出返嚟客廳嘅位置，呢個位置我係整咗一個吊櫃連電視櫃嘅。然之後轉過身，大門隔離嘅位置整咗一個大型嘅獅子櫃連飾物櫃。我哋喺櫃體增加咗吊腳同埋燈帶嘅設計。另外屋主自己都購買咗一啲中式嘅掛畫，睇上嚟又更加有特色。睇起上嚟有啲中式同埋原木風嘅感覺，同時間配搭咗白色嘅牆身，成間屋睇上嚟溫馨又簡約。